说是台中的消息，台中市中央公园摄影比赛总共有将近700件作品参加比赛。建设局颁奖感谢民众热情参加，并且表示讲，所有参赛作品将保留在中央公园的资料库，要有所有市民作为见证伊成长甲变化。 一张一张精彩相片展现出中央公园无同款的水。台中市政府进前举办台中中央公园摄影比赛，拢总上700件作品参赛。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是50项的一个得奖的作品啊，那每一个 得奖者都可以有3600元这样的一个奖励。这摆参赛主题无分会数、无分组，嘛无限制主题，相机、手机啊嘛拢会当翕。一个民众他牵着一只狗在公园里面散步，我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在这个这么繁忙的都市里面，其实有这么好的一个休憩的空间。建设局讲，全部参赛作品会放伫咧台中中央公园的资料库内底，欢迎全国各地朋友做来体验中央公园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